县政府咧决定来台南投资试点以后，但市政府高度配合，以导审到发出建造就1个月为例，凸显行政作业的高效率。不过嘛，因为该购物商场相当受欢迎，2月25开幕以后热调，将造成周边交通等问题，所以市长委托特别告场提出相关局处的简报，强调市府伫交通维护、停车需求甲防疫等方面一定会严格要求。由于过去的例子，我们看到三井Outlet在各地这个分店开幕的时候，都造成了相当庞大的人潮。这个人潮带来了繁荣，但是也带来交通的拥塞。所以呢，我们是严阵以待，面对即将这个开幕的这个三井Outlet，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交通维护措施做好，也要把这个除了带来繁荣之外，也要带来秩序。那最重要，因为现在在防疫期间，我们希望整个防疫工作能够做到位。所以说入口的10连制，还有酒精或者是相关的措施的清消，还有口罩，这些的防疫措施一定要做好。如果没有做好，人流没有管制好的话，造成混乱，造成拥塞，我们该依法采取的这个动作，绝对会依法做到位。那也希望市民朋友们，如果要来这边消费，来这边这个做一个比较好的休闲活动的话，那我们除了欢迎大家之外，也希望大家有自我能够做好这个相关的防疫措施，也希望市民朋友们把防疫措施做好。或是来，市府针对交通维护部分，包括所到的动线、甲区内外有6500个停车位，拢已经准备好势。同时，市府嘛协调代替客运业者初期增加班次，高铁公车的市府线嘛调整15分钟一班。提醒想要购物踅街民众提早出门，嘛一定要做好防疫。台湾新闻管制何长芳采访报道。